各位好，eKelly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。點解 packaging 係一個特別好嘅行業呢？主要有3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任何行業、任何產品對包裝都有特定嘅需求，所以唔理經濟點樣下行，即使其他行業唔係咁景氣，包裝行業受到嘅影響都唔會咁大。食品、飲料、電子產品，所有產品邊一樣唔需要包裝？第二個原因，而家有越嚟越多新興嘅 D2C 品牌。呢種 D2C 品牌對包裝嘅要求通常比較高，呢啲品牌商為咗品牌益價，願意為包裝支付額外嘅費用，所以你會睇到一啲好精美嘅 D2C 品牌產品，其包裝成本可能達到10幾美金、20幾美金，甚至30美金以上。第三個原因係咩呢？咁對銷售嚟講係非常重要嘅。就包裝而言，佢為銷售提供咗好大嘅發揮銷售能力同創意嘅空間，因為佢非常重視視覺設計。咁亦都意味住可以為各種細分類型嘅客戶進行高度定製化設計。喺前期開發客戶嗰陣，其實可以通過呢啲視覺設計好好咁打動客戶，而且佢嘅營銷物料亦都好容易製作，因為如今有大量嘅 AI 工具可以用。你可以通過 AI 圍繞目標客戶設計大量視覺化嘅包裝方案，然後喺開發信中發俾客戶，咁樣開發信嘅回覆率通常會比較高。最後一個原因，包裝係一個複購率非常高嘅行業。想象一下，一個食品品牌或者飲料品牌，如果長期喺你呢度定製包裝，咁對你嚟講係非常重要嘅一筆現金流業務。訂閱 eKelly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